监控在这儿呢，咱们3个分头行动啊！小二妹进去，你把八哥稳住；洋洋，你拿这个把镜头挡住。小二妹进去了，赶紧行动！你咋这么闲着？过来看看你。走了。走洋，进屋把小二妹叫上。八哥，你吃饭了没？现在下午3点，早茶早都喝完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毛毛还挺好的，是真的吗？你到底有啥事直说。别姐，往下楼走吧。小二妹，我去你家找你，你不在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刚上我家啦，要不要在这儿再待一会儿？不了。走，你着急了。半个小时以后去家里吃饭啊。来，你俩先坐，我给你做饭去。那个八哥要是知道今天又吃他们家羊杂，直接就……太好了，好，我给你倒点水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来，准备碗筷，吃羊杂。羊杂熟了哈，闻着像我们家羊杂，是不是？我们家就不能有羊杂？你说呢，小二妹？我是那号人嘛，你看你说的。小杨，你说呢？我已经想懵了。这个汤有勾芡吗？没有疙瘩土豆。我说了嘛，羊杂还是配土豆。哎，弟弟，弟妹叫啥了？洋洋，洋洋熟了。哎，弟妹尝一个。老弟吃一口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喜欢人。谁说的？我在家是老虎。可不是嘛，你在家是老虎，你媳妇是武松。来，八哥喝汤。完了，啥完了？忘了叫八哥了。多虑了。哎呀！你不觉得这里面缺点啥吗？小汤。弟弟学会喝酒了吗？那是啤酒。不喝了，八哥。咱们家族的优良传统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咋了？我竟然吃不习惯老家的羊肉了。
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草原羊肉不腥不膻是有原因的。小二妹有汤。